你將你嘅電話號碼最後嗰5個字寫俾我啊！哦，呢一個係一個非常勤力工作嘅數嚟嘅喎嚇，你會做事比較勤奮啦，同埋咧喺做事嘅方法裏邊咧，有陣時候咧係比較硬同埋比較直㗎，喺人和方面呢度欠少少，但係始終嚟講，呢一個一定係一個會勤力辛苦，最後成果累積到 OK 嘅一個好號碼嚟嘅。呢個號碼值得係保留佢嘅。嗱，你喺呢個號碼，你有冇特別啲咩運程係想問我咧？陳遠對嘛？啊，你其實呢個號碼已經想呢個號碼可以話俾你聽。財運唔錯，不過咧儲錢剩錢呢度就難少少啊嚇，唔緊要，我哋睇下佢將來嘅財運如何，好唔好？係啦，嗱，你喺呢一個位置抽一張牌 ，OK， 好。嗱，呢一個咧就係你所抽嘅一個牌啦。對於呢一個電話號碼講將來嘅財運啦，我哋睇一睇。咦，可以喎，將來嘅財運。嗱，呢一個咧係易經裏邊一個好靚嘅卦象，就叫做地三謙。地三謙係代表勤奮工作，而且又要有禮貌、謙卑。將來嘅財運咧係不知不覺咁樣去累積起嚟。嗱，呢張係一個好靚嘅牌嚟㗎嚇。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呢個電話號碼係絕對可以保到你財運係成功嘅。好啊。嗱，大家如果有一啲命運上嘅問題，特別係關於號碼嘅問題咧，可以喺後台私信我，我會同大家去解答嘅。